南韩军方证实，伫咧11暗时，北韩国向南韩放今年第28届的粪扫家规。也若北韩方面也指控南韩为顶礼拜开始有3摆使用无人机飞到平壤，也反北韩的宣传单是违反国际法。北韩国营电视台12早起罕见的透过图片的新闻报道，指控南韩这个月已经连续第3摆利用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顶面，散发大量反北韩传单。 적대적이며 악의적인 불량배 국가인 대한민국이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 수도 평양시에 무인기를 침투시키는 엄중한 정치군사적 도발 행위를 감행하였다. 北韩外交部伫声明中指出，南韩伫10月初3甲初9了后，初3暗，佮出动无人机渗透到首都平壤市中心顶面，散发大量反北韩宣传单，损害北韩国家尊严，恶意造污社会主义制度。声明也强调，北韩国防部、总参谋部甲军队已经开始为应对一切情况做准备，呼吁南韩随停止惹事，佮加警告，这是向南韩发出的最后通牒。若南韩故意无人机侵犯北韩领空，北韩会无发警告，随采取报复行动。也毋过，南韩国防部长金正现在亦否认军方要进行相关活动。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，会确认监视属于民间组织所做的，同时也指控北韩在早起甲暗时，佮开始向南韩投放大约40粒粪扫气球，这已经是今年5月以来的第28摆，内底底有大量家庭粪扫、废纸甲塑胶，并无发现明显有害物体。公司新闻竟然编译。